青衣四面環海，交通便利，係連接市區同機場嘅樞紐。青馬大橋同汀九橋連結住香港嘅唔同角落，而喺社區之內，人與人之間嘅連結往往源自最微小嘅關懷。樂康軒青衣分店位於青衣長發商場2樓219號鋪。入咗商場之後，直行到尾再轉左，上幾級樓梯搭扶手電梯，再上幾層樓梯，之後一路直行，就會見到樂康軒啦。Shirley 係青衣分店嘅店長，由店鋪開業開始就已經喺呢度工作啦。等我哋一齊嚟睇下佢平時嘅工作日常啦。Hello， 我係 Shirley， 我係樂康軒青衣分店嘅店長。我喺青衣分店呢度已經服務咗7年㗎啦。Shirley 你好啊，咁你有冇咩特別嘅客人嘅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呢？青衣分店開業冇耐嘅時候呢，有位小姐過嚟想幫媽媽買尿片。佢話佢媽媽長期都瞓喺張床嗰度，好少喐，咁個 pat pat 位置嗰啲皮膚呢，其實都已經損晒啦。佢話試過好多種嘅產品都冇乜效果。嗰陣時我就推薦咗呢一支嘅 High Power 俾佢啦，試咗一排，佢返嚟同我講，佢媽媽嗰啲皮膚呢係有好轉喎，因為佢知道我哋嘅產品呢係真係可以幫到佢，所以呢就想睇下有咩產品可以幫佢媽媽喐動下啦，想維持返啲肌肉嘅力量。於是我就推薦咗部電機俾佢用啦，佢好相信我哋嘅產品可以幫到佢媽媽，所以佢就即刻買咗返去俾媽媽試下用下。就係咁，呢位客人之後幾年啦，一直都喺我哋呢度買護理用品。我哋由傾伯母嘅病情，傾下傾到日常嘅瑣事啦，慢慢就好似變成朋友咁樣。過咗幾年之後，得知道伯母過咗身，我哋以為呢同呢位客人嘅緣分呢可能到此為止。點知之後每逢過時過節，佢都會返嚟探我哋啦，又會同我哋互相問候啦、關心啦。呢份心意其實已經超越咗店員同顧客嘅關係。呢件事令到我哋成個團隊都明白到，我哋嘅付出真心同專業得到嘅回報，可能其實唔止淨係一單生意咯，而係可以係一份可以延續好耐嘅友誼。呢個係做呢份工最溫暖嘅收穫。Shirley 投身銷售復康及健康用品嘅行業多年，曾經獲得由旅遊發展局舉辦嘅傑出優質商戶員工服務比賽銀獎。佢表示希望可以繼續以最真誠嘅態度同優質嘅服務去幫助有需要嘅客人。Medimart 樂康軒唔止係專業，更係你健康路上嘅朋友。